台东地检署有检察官顶个月伫地方法院的开庭，因为过中昼12点咯，这检察官就表示讲，这已经是下班时间，伊要先走。也毋过审判长是要求讲，要案件审了才会当走，若无要依照法院组织法来处罚这个检察官。台东地检署嘛指出讲，检察官是有专程参与审理案件的义务，嘛来启动相关的调查。 这件事件发生伫4月7日，台东地方法院审理一件洗钱防治法的案件。台东地检署检察官罗玉德出庭审理，不过时间超过12点，检察官向审判长表示已经超过时间，烫发袍就要先离开。不过审判长甲伊阻挡，要求等被告补充说明了后才会当走。双方伫法庭上争论，检察官向审判长提出台东地检署单程上班实施要点，表明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不过法官也提出法院组织法要甲检察官按照违反法定定书，妨害法院执行业务送法办。台东地检署初步调查，当讲检察官破病出庭，就是中昼会结束开庭，才会要去看病，想袂到超过时间才有安尼的情绪。不过后来检察官也是完成开庭。 当天身体确实是有不舒服，一直在处于这个低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这个本来预期是可以在这个中午这个结束的时候立刻去看个医生，中午想要休息一下，接着下午再开庭。那没想到因为开庭的时间超乎他的预料。台东地方法院目前也未回应，不过台东地检署表示，检察官是责任制，无适用单程上班实施要点。不过检察官的人无够，每一个人逐个月处理的案件就有8到10件，已经向法务部争取增加人力。不过民间的司改会认为讲，增加人力并未当完全解决法官甲检察官案件一大堆的工作问题。一直把人力增补进来，可是如果整体司法行政的安排上面没有去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停期的安排还是通译的安排，有没有办法去支援整个审理的情况？那其实也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整体，就是等于在大家工作上面负荷，或是在审理品质上面把关的这个平衡。台东地检署强调讲，目前这件事件已经启动相关调查。记者综合报道。